大家好啊！身處喺香港公園，現在嘅時間呢係16:35。山水百景圖今日會同大家完成一個挑戰。呢個挑戰究竟係乜嘢呢？就係1個鐘內究竟行到幾多個法定古蹟呢？好多人覺得去呢個法定古蹟呢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，但係其實唔係大家所想咁困難咯。因為好多法定古蹟呢都喺你附近嘅啫。我所行嘅法定古蹟嘅介紹呢，可以喺資訊欄度揾到嘅，大家可以詳細參考啦。事不宜遲，挑戰正式開始。話咁快就已經去到第一個嘅法定古蹟。呢座建築物就係舊三軍司令官邸。今時今日嘅用途呢，已經變成為茶具文物館。跟住去第2個古蹟啦，聖約翰座堂啦。由炮台你上去就係啦，呢個位置。聖約翰座堂就係過百年嘅歷史建築啦，法定古蹟。而聖約翰座堂呢，亦都係香港第一間基督教嘅高教會派嘅座堂，係香港最有歷史嘅一座座堂。佢亦都係唯一一座建築物係擁有永久嘅地契嘅。書店嘅職員話呢度係沙漠中嘅綠洲，我都幾同意嘅。今日有幸可以入去座堂裡面參觀，都幾難得，所以快快腳走入去睇下啦。教堂莊嚴而神聖啦。香港嚟講，佢係最古舊嘅教堂啦。哥德式建築。下一站喺邊度呢？下一站係隔離咯，隔離呢座嘢都出名㗎。呢度呢曾經做過終審法院嘅會址嘅，咁但係後尾又搬返去舊立法會大樓嗰度。呢度係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。我哋以往叫呢度係政府山啦，上下彌畢道、下亞厘畢道嘅政府嘅唔同嘅機關嘅機構啦。咁呢啲都係舊建築嚟嘅，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。不經不覺，我哋經過3個嘅1級歷史建築或者法定古蹟咯。其實係已經係3個法定古蹟啦。我哋接住落嚟去邊度嘅法定古蹟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啦！認得呢度啦，匯豐總行。我哋由呢度落去啦。時間接近5點鐘，咁即係我仲有半個鐘啫喎。經過匯豐總行，今年慶祝160週年，我哋去見到咩古蹟呢？都要影下門口嘅一對石獅子嘅。影完對石獅子，就到另一個法定古蹟啦，就係終審法院，即係舊嘅立法會大樓。終審法院意義重大啦，係我哋法治嘅基石啊嘛。最正當然係影拱門嘅部分啦。古今建築共冶一爐，由左至右，怡和大廈、IFC 大會堂低座、和平紀念碑。呢度就係終審法院啦，一小個啡色嗰度就係頭先我哋嗰個方正會大樓啦。英魂不朽，浩氣長存，一直係紀念1次、2次大戰嘅陣亡嘅士兵。終審法院大樓啦，回望返都用咗好多個唔同嘅用途咯。喺呢個角度仲正添，舊中銀、新中銀都影埋咯。回翻頭都係要去翻終審法院，因為我哋想影一個像，因為要影翻個職神像啊。職神係匯豐嘅大班，咁所以要拍一拍啦。皇后像廣場幾十年不變咯，由食一個紙嘅飯盒到而家食一個環保飯盒，咁多年呢個水池都係咁嘅樣式噶啦。特別呢個水池係更加經典啦。時間係17:14，我哋仲有15分鐘啫喎。究竟仲有幾多個古蹟未影呢？我哋沿住據講係香港第一條係過地底嘅行人隧道，
1950幾年起嘅。咁呢個位置喺皇后像廣場再出嚟啦。過咗隧道就係愛丁堡廣場啦。我哋又去到另一個古蹟咯，大會堂。呢對銅門呢係紀念義勇軍喺1941年參與香港保衛戰嘅事蹟嚟嘅，咁所以係非常之珍貴嘅文物。跟住我哋又到另一個古蹟啦，大會堂紀念花園。今時今日，紀念花園同紀念龕呢係拍攝婚禮照片嘅熱門場地。呢度就係紀念龕嘅介紹啦，就係英靈遠在，浩氣長存。呢邊都係啦 ，Memorial Shrine。而紀念花園嘅背後呢，就係大會堂低座啦。大家而家可以睇到啦，一格格嘅地方呢，就係大會堂低座。呢度係大會堂高座，連呢個長實2期 AIA 大廈一齊。紀念花園嘅另一道出口呢，都係有一道銅閘嘅。道銅閘呢，就係紀念義勇軍嘅事蹟啦。香港大會堂啦，法定古蹟。大會堂高座而家就演奏廳啦，表演嘅場地啦。沿住樓梯上2樓嘅左手邊有一個比較大嘅展覽場地。呢個展覽場地呢，通常係俾人我嚟展示啲國畫啊、書法等等嘅。比較有特色嘅係曾經有一年係做過法國5月嘅展覽呢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咁上一層樓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嘅鋪頭呢？就係歷史悠久嘅大會堂美心酒樓啦。大會堂美心17:30夠鐘，我哋做個總結。今日咧就去咗好多個古蹟喎。喺1小時入邊呢，我總共打咗7張卡，7個法定古蹟。咁究竟係邊7個呢？舊三軍司令官邸、聖約翰座堂、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、終審法院、和平紀念碑、大會堂低座、大會堂紀念花園同紀念龕嘅。另外仲去咗2個歷史悠久嘅地方，皇后像廣場啦、匯豐總行啦，仲睇埋匯豐大班嘅積神像添。咁其實去一個法定古蹟唔係你哋想象中咁難，係非常之容易嘅，可以1個鐘去晒7個嘅。有機會大家去試下啦，拜拜。